好，各位牧长、长职、同工，大家平安。我是富强教会代理长老谢成佑，很诚挚的欢迎各位今天一起共襄盛举，参与今天的研讨会。刚才听了蔡安路牧师的演讲，我觉得很感动，我100%赞同他所说的方式，因为我们虽然在找一个长老会发展的一个策略的方式，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教会自己希望你的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这一个动机非常重要。你希望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的样态？无论哪一个牧者的更迭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教会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才能够促使我们教会一直往下面成长跟传承的一个路。那接下来我来介绍这位讲师呢，他是富强教会前一任的牧者，也是现任台北双年教会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他在2003年到2016年之间，带领着富强教会经历了一段很不一样的改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是，在长老会的体制下面，我们组织架构如何去做突破，才能够落实一人一服事、一人一小组这个目标。若是我们实验成功了，也许未来可以成为我们其他长老教会的复制的一个架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烈的掌声来欢迎蔡正道牧师为我们分享。今天给我的题目是教会的架构与复兴了哈。那我其实是要分享过去在富强教会跟一群同工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了哈。那在这边我们提到这个教会的架构哈，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教会的组织跟架构哈，会有几个看到有几个问题哈。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其实一个组织跟架构，每一个机构都会有一些组织哈。那这些组织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机构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重视什么。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多数的长老会哈，它都是以事工来分布。那这种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让信徒分成执行事工跟参与事工两种人。那这种情况无法将教会的本质展现，教会生活变成一连串的这个事工的连结，就是我参加这个事工完，再参加这个事工，我参加完再参加这个事工，有办活动的，就表示讲我有尽了我的责任。所以教会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在办事工的，一种是参与事工。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由一个一个事工所串联。但是，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字很小，一般的架构就是这样哈。我来到富强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这样的架构不是不好。
就是我们会把长老分配他，你负责什么事工，你负责什么事工，有些负责教育的事工，有些负责总务的事工，有些负责什么样的事工，所以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会以自己的事工去着眼。好，那其实如果我们从教会的本质来看对不起，我可能需要一点水。等一下。我来读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西结书那我们前一阵子新眼光读经正好读到以西结那我那时候正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了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上主的大能临到我，他的灵带我到山谷中，那山谷到处都是骸骨。我走遍山谷，我看见山谷里堆满了已枯干的骸骨。他对我说：“必朽的人这些骨头能再活过来吗？”我回答：“至高的上主，只有你。”骸骨说预言，告诉他们上主的话，要告诉他们，我至高上主对他们说：“我要吹一口气进到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我要使你们生筋长肉，包上一层皮。我要吹一口气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好，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画面呈现这是关于教会的人为什么会来教会？为什么会寻求主？是因为他生命当中可能遭遇到一些困境或是他想要使自己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每一个刚进到教会的人其实都像一个骸骨一样，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没有肉，没有筋没有灵。那这些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却用一个一个的事工给他，让他的生活被这些事工填满这似乎是一种这个次序上面的不对劲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教会其实是为人而存在的，就是要让一个本来是没有灵的人他借着认识自己，认识造物主，然后认识自己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然后去改变。就像新约圣经里面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有筋有肉，然后上帝对他吹一口气，他就变成有灵的人那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要帮助人借着认识耶稣基督，让人从枯骨变成有灵的活人，也就是新造的人。那教会为什么要推动事工？就是为了这一些人，为了这个目的而推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期待教会的领袖咱在看咱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时阵，咱爱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让他们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继续看那现存的架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架构，以事工为导向的一个架构那也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长老会是以小会治会，也就是牧师跟长老共同治理教会
执事是做什么？执事是负责协助牧师及长老办理教会事工。那这造成了另外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不在其位，不谋其事，所以有选上执事了，才需要做工。那我们其他的信徒就是看着他做工，只有执事需要去服侍。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大概要选300个执事，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需要服侍。那第二个影响就是，我们是用投票去选择这个执事候选人或是长老的候选人。那虽然我们知道有上帝的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像富强教会，我知道是有轮休，对不对？那每一年会有1/4的那个执事会需要轮休。原本这个执事他担任一个工作很适合，因为轮休的缘故，我们要选另外一个人来补这个缺额。那可是我们不会根据这个缺额需要去选择，我们都就是看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投票是，有些人是祷告，有些人是看关系，有些人是看这个人的表现。那我们投票选出这个人，那这个人究竟适不适合接下来要承接的职位？不一定。所以我们不是根据恩赐来选择他来服侍。那这造成了第3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事工几乎领导者都在轮替，就不断的轮替，使事工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延续下去。那这就是现存架构的第2个问题。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说，教会的架构应该要怎么样修正，才能符合改善这2个问题。那就是以我这2个标题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以宣教牧养为主的一个架构，因为宣教是对人，牧养也是对人，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架构。那第2个，能够用恩赐为主的团队服侍，最好这个团队都能够持续下去，运作下去。你们要知道如果一件像富强教会是每一年都有改选的，那我现在服侍的双林教会是4年改选1次。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个事工有时候推动4年可能也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它需要比较长期的推动，才能展现那个效果。举个例子我到富强教会来服侍，前几年其实那个果效很少。我曾经分享过我来的第1年我好像应该是10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第1年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就有19个人洗礼了。那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个因为那时候100多个人，19个洗礼感觉上也不错好像这个要人家洗礼很简单那结果第2年就有2个洗礼，那第3年之后才慢慢的
我们因为有一些制度上的改变，所以慢慢越来越多人洗礼。好，那所以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些事工是必须要长久的延续下去。依照我们现在这种制度就是不要让它长久的延续下去，就是要常常换人嘛。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那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选择以恩赐为主的团队服事，这个团队是恒定的、稳定的，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团队。那因此，我们分作2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牧养的系统。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提到了摩西替人家断案。那百姓每一个人都需要他来负责跟他们排解纠纷，结果排队排一大堆大概挂号挂到几千号。那摩西一个人也累坏了，那众人也累坏了。后来摩西的岳父给他建议说，你不能这样子，你应该用一个有效的组织来解决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他就建议他说，你要找十夫长十夫长是负责几个人？10个人，对不对？那要找百夫长，百夫长是负责几个人？也是负责10个人，对不对？负责10个十夫长。那千夫长借着这样的一个架构来层层的一个架构来做有效的牧养因为十夫长他只要面对10个人，他能够对这10个人非常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背景很了解，他们脾气都很了解那因此他可以做很好的牧养关顾。那我们教会刚才我在楼下有听一点点蔡牧师的分享，他认为说团契是没有前途了的确是这样的，团契是可以让人很快乐了但是对于真正的深度的关怀是真的很困难，因为团契太多人了嘛。像双联教会现在还有团契我们有团契快要200个人所以200个人一个团契的会长，他怎么去关心200个人一个牧师都很困难牧养200个人教会，所以他必须要有分工。那这个分工就是用小组的方式，因为小组它比较小，所以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对彼此之间的需要会比较深入，这样才能够做深度的牧养当然这个小组长要定期的跟这个牧者我们说的区牧有接触，了解他真正的需要。那我们要训练小组长，让他有能力去牧养这些人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牧养的系统，必须透过小组才能够深入。那第二个就是事工的系统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第4章提到了利未支族的这个的工作利未支族他们其实是掌管以色列人他们有关于祭祀或者敬拜，或者是说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支派那我们知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流浪
那时候他们没有圣殿，只有会幕。那会幕必须跟着他们的流浪去迁移。那这个会幕要迁移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会幕有一个外帐那里面还有一些器具，还有外面还有一些祭坛等等这些器物那这些要移动你总不能说每次我们要移动一次，我们就来开一次会某某人你负责这个某某人你负责这个，你负责这个那这样时间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又没有效率。所以当时他们就把利未的3个儿子革顺、哥辖、米拉利，就把这3个支派小支派，把他们分配他们需要做的工作。有些人有一个支派是负责会幕里面的器具，可能这个支派他们也会去分配哪一个人要负责拿这个东西。比如说里面有个烛台，哪一个人要负责拿，每次都是他负责拿。那哪一个人要负责这根柱子，哪个人要负责这个外面的帐篷，都分配好。你就是单单负责这个。所以当会幕由这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当中，就简化了。反正我们要迁移了，我就跑去我负责那个器物的地方，拿着那个器物。每一个人各就各位，然后就把会幕迁移到另外的地方，把它安放在它适当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事工的系统。那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按照人的恩赐安排他负责服事的工作，而且这个服事是固定的除非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不然这个职务就是固定的，他就负责这个，他不会因为长子的改选轮替而有所改变。那这个事工就可以有效的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2个系统，牧养系统针对人深入的关怀跟牧养，那事工系统就是让人可以在服事当中去荣耀神，让人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这就是我们当初就喊出一个口号，就是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事。你不必服事很多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大概都是20%的人在服事80%的人。有些人疲于奔命唱完圣歌队可能要下去教主日学可能早上要来开门又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少数人在服事的时候，一方面会让80% 的人他们无事可做，就是单单来聚会就是消费型的这个信徒我们不希望有消费型的信徒你要贡献你的自己在这个团队当中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要把信徒当作客人不要把信徒当作客人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的教会常常把信徒当作客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每次你们做完礼拜要离开的时候，牧师都在门口送客都在那边跟人家握手送客
下次还要再来，下次还要再来。那我请问一下，我们说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那应该是家人啊。好，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好，我不会那个在家里面等他们，就是他们早上如果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不会在那边跟他握手说要回家哦，要回家哦。我不是，我把他当成客人啊。那他是我的家人，他有困难的时候会来找我，我们会互相拥抱，互相鼓励，遇到困境的时候，彼此了解，彼此帮忙，这才是家人。这个家人，他们现在小时候我们照顾他，当他成长到成人的时候，他就要负责家里的家务啊。我们就有些人要负责洗碗，有些人要负责拖地。所以，既然是家人，就要参与整个家庭的服事。那这才是一个理想中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人一小组受到关顾，一人一服事，可以透过服事来荣耀神。那团队服事是必须要有方式的首先，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团队服事是根据这一个人的恩赐来服事。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在富强教会有推动那个叫做中保代祷事工就是这个事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工，我到双林教会也推动这个事工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有人写代祷卡这些祷告的内容去祷告的人他会看到，但是他必须要保密这个是这个事工的一个诀窍有些人这就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第一期的中保代祷服事，那结果他第二期要开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牧师，我可能没法度做这个服事。”我说：“为什么？你祈祷真好啊，拢你怎有听人祈祷啊？”伊讲：“我大概看遐需要代祷我拢做想要去别人讲。”那个违背这个事工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就说那你真的不适合这个服事，那你可以做别的，服事那我们就找到他的恩赐，让他做别的服事，他也在那个服事的合场做得很好。所以要做团队服事，我们要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那第一个就是帮助信徒去认识他的恩赐是什么。然后第二个，要看见需要来形成组织。我们很多教会就是因为有组织，然后把人塞进去，而不是这个教会真正的需要。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这个氛围或者是说不同的运作方式，那他需要的组织也不一定完全会一样。你们不要说今天我来听富强教会这个他的组织架构，回去我就照他完全 copy， 这样是不适合。你要先去评估教会真正的需要。譬如说，举个例子，在富强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发现富强教会的每一个
每一个礼拜来的新朋友，就是慕道友很多。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专责去关心慕道友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个叫做新朋友关怀团队，来负责关怀新的朋友。如果你的教会可能老信徒比较多，几乎没有新的人加入，你就不需要有这个，暂时就不需要有这个组织，所以先要看见需要来形成组织。然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祷告，祈求上帝来呼召差遣需要的人，就是有恩赐的人来投入这个组织里面。那有人有意愿，我们就要给他培育、训练、加强他的能力。那接着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团队当中，就是搭配彼此搭配，投入这个服事。那时候，我们在开始几个新的团队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组织的团队，大概是有2个团队是比较早组织的第一个就是代祷团队中保代祷团队，那另外一个是敬拜赞美团队那要选择团长要怎么选当然就是由牧师根据人的恩赐来挑选，然后经由小会来任命。那挑选的原则当时我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对于他要负责的这个事工，他学有专长。你敬拜赞美团队，你不能找一个五音不全的那你们的敬拜就很精彩了。那所以就是要找一个对这个可能对音乐比较敏感性他对敬拜这些事情又有热忱。然后第二个，他甘心乐意愿意委身，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很有恩赐，可是他没有时间，根本没有办法委身，那这个就很困难因为推动事工就是需要花时间没有那个一触可及的，就是一定要花时间。那第3个，他要很会做协调委派的工作，他与人和睦，然后善于委派。那这样的人同时拥有这样3个特质的人，我们就可以挑选一个人来担任这个团队的团长。那由他去组织选择团员来组织那我记得我们在刚开始筹划敬拜赞美团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富强教会的一个特质，就是可以接受敬拜赞美的方式，但是还是需要培育。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请团长去找一些人一起集合，我们一起那时候我办了一个读书会就是我们去读一本关于敬拜学的一本书籍通过读书的过程当中去分享适合富强教会的敬拜赞美是什么样的形式，就慢慢的形成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带敬拜赞美，他们有一个顾虑的因为以前在推动敬拜赞美团队之前是
前面都有领诗啊，就是有带短歌的带短歌的，然后带短歌的好像是一个不是礼拜的一部分，就是在等人来集合，我们一直想把敬拜赞美变成礼拜的一部分，礼拜的开始。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大胆的做了一个建议，就说牧师，因为你站在前面的时候，人家就会认为是礼拜开始了，所以他们就请我来带领敬拜赞美，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实力啊。可是感谢主我应该带了2个月我在带那2个月的时候唱歌不会走音然后结束之后就恢复我的本性。所以感谢主，就是这样慢慢的形成这个团队，然后后来组织就慢慢的扩大，那现在应该有好几团了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形成，好，接着我们来看团队服事成功的要件就是有这五样。第一个就是要有意向。我们这个团队是因为教会有需要才成立的嘛，对不对？那他的意向在哪里？他成立的宗旨、目的，他的期待是什么？团长或者说牧师要很明确的让团长知道，团长要很明确让所有的组员知道，这样整个团队才能依照教会要发展的方向去配合。那第二个就是要有责任，每一个参与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你负责的部分，你要完完全全的负责，因为你这个螺丝钉如果松掉了，那其他的部分就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那第三个就是要合作，因为团队就是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刚才好像蔡牧师也有讲到，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是要合作，然后也要顺服。我们有一些长老，他参加某一个团队，但是他不是团长，他也要顺服团长的带领。他不能说我是长老，我就照我的意思做，不可以这样。你要参与这个团队，就是要顺服，那要彼此信任，形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时间有限，我赶快讲所以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就在几个部分形成这些团队那这个字比较小了不过在礼拜祷告、社区关怀、总务、教育跟行政当中，就形成这个团队，而且每一个团队都会互相搭配。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朋友来，那新朋友团队就开始接待我们现在应该也是一样，有新朋友团队会分配去接待，然后留下他的资料，带领他去礼拜。我们知道有一个新朋友来了，然后我们会请他写那个3联单，一张会留底，一张待会会送到牧师这边来，牧师会介绍他。那另外一张会送到那个影音室里面，那影音室里面会把他的名字，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有照相，把它放在他介绍他的时候会把它放出来，然后同时间，影音室会打电话
到我们有一个心灵转角的一个咖啡厅啊，那边的人就知道今天我有一个新朋友，他可能会留下来，我们会接待他，他们就会预备好，可能把他的名字写成一个牌子放在那个预约席当中，然后就有人会在牧师在祝祷的时候，就有一个要陪伴他的人走到他的旁边，等一下散会之后要陪伴他介绍教会的各样。那我刚才讲的就是已经有3个团队在合作了。第一个团队是新朋友，第二个团队是影音团队，第3个团队是心灵转角团队。那这些团队互相合作之后，这一个新朋友他会感觉到他宾至如归，他有受到一个好的尊重跟接待，他就会对这个教会留下好的初步的印象。然后这个关怀他的人在跟进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他稳定的聚会之后，我们就把他编入小组，让小组去牧养关怀。所以团队跟团队之间也必须要互相合作也许他在心灵转角那边聊天聊到肚子饿了，我们带他去，我们有一个什么爱餐爱心午餐的地方，带他去吃一顿饭，那这些团队就彼此互相合作，那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网，好像在捕鱼的网，让新朋友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我有一个组织架构这个组织架构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分作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牧养、宣教跟牧养的部分，是有关于人的。那第2个部分是管理物的财务的那对，提醒一下我刚才说的团队都最好不要更换但是有一个团队它必须要定期的做一个更换，就是教会的那个出纳会计那这个部分不要长期都委托一个人那这个可以做交接调整那在这个牧养宣教牧养底下，虽然也是跟过去一样是用不同的事工去组成的，但是它的底下都是团队特别是牧养关怀就是用小组的方式去进行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蔡牧师你的分享刚蔡牧师为我们说明了富强教会转变的历程与组织的架构，相信各位都有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讲师呢，他从小在富强教会长大，与富强教会的每一任的牧者都有很深的关系跟配搭。他是最了解教会的需要和教会使命的人。虽然他在他的诊所很忙，但他的心思始终都放在教会。他从2003年当小组长带小组，目前是约书亚牧区的区长，辖下共有9个小组。他也是现任富强教会礼拜传道部的长老。他会透过实务上的经验为我们阐述平信徒服事的世代。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谢谢陈校长的介绍不过我不是从小我是国中3年级就来了，没那么小那我们谢谢前位3位牧师很精彩的演讲。那我是继续蔡牧师的分享之后，我是用一个平信徒的角色来看我们教会的复兴成长的一个
一个角度来看。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我们平信徒兴起服事的世代，而且我看到我们长老教会最大的资产就是我们有一群质非常好的平信徒，所以我觉得我们平信徒的动力是非常大的。那我要分享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很真实来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期待上帝使用你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吗？你期待上帝使用你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吗？第二题，你期待你所属的教会得以复兴成长，充满上帝的荣耀与能力吗？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蔡牧师很提到重点，就是动机动机。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我们教会的长子和新同工。那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回答应该是 yes， 我期待，我愿意那假如说我们的回答都是这么肯定的话，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真实的去实践它，去完成它。谁要来做工？我们第一个想的当然是我们的专职同工、牧师、我们的传道跟干事，还有一群不得已被选出来的长子，他们就一定要领导工作。那当然，牧师是教会复兴的最主要的关键。那我们每次在聘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提出的条件都比我们选女婿、选媳妇的条件还更严格。那我们会有很多的期待，对教会牧师可能会有意向，要沟通讲道，要会关怀，要有亲和力，不能太严肃，要会协谈，要做婚姻协谈、事业生谈协谈。我们要更加要求牧师要有谦卑的生命，牧师要有人际关系，要找资源，等等很多条件。牧师也就要长得很帅，要会讲笑话，我想这个对牧师背负很多会有的期待，压力真的是很大。那很多封闭型的教会，我们发现牧师是一个趋于过度劳累的内部人士那大部分平信徒是在旁边被动式的观察者，这个旁观者。那大约在20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访问盛会，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有4000多人参加吧。那在吹子时、祷告山禁食祷告，然后我们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去到首尔的那个教会去，如意岛教会。那我们必须要动用很多的巴士，在我们这个行程还是很长的一段路程。那大概动用大概300台的游览车。那我发现每一台游览车都配备一个导游，那每个导游都会讲中文。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我们那台的导游说：“那教会怎么那么厉害，能够找100多个会讲中文的导游？”那接下来一个导游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惊他说：“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而且我也是真的是专业的导游。那我为了这个服事呢，我必须要请我自己的假，而且要在1年多前要跟教会预约，不然我就没有机会服事。”哇！我听到想说，这样教会怎么不会复兴呢？一个信徒多么渴望他的恩赐能够被教会来使用。所以说，谁来做工呢？同心教会要复兴，最重要是要每一位的教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真实的侍奉者。那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发现平信徒服侍，在我们平信徒的目前有4个趋势跟整合，让我们不得不很重视我们教会平信徒的服侍跟领导。那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平信徒渴望用他自己的恩赐来帮助教会兴旺福音。那第二个，平信徒愿意透过委身在一个更大的命定，就是上帝对教会的命定，来完成上帝对他个人的命定。
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命令要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的命令才会完成。第三，平信徒愿意将丰富多样的职场技能运用在教会的服事上，有些是老师，有些是行政人员，有些是各种专业行业的人。那第四，我们发现牧师们也越来越能够接纳有能力而且有使命感的平信徒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与领导。那教会为什么要促进平信徒参与服事和领导呢？那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为我们的教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好处呢？那当然，蔡牧师有跟我们教导说，这是平信徒辅导的领导是合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发现，平信徒参与辅导领袖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教会不再依靠少数的超级英雄，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按照恩赐跟才能进到他正确的位置去服事神，那让他成为神国的精兵。那我们更多的平信徒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社群，而不是成为一个彼此认识，每周一次在主日聚会相遇的一群人，而是真实的活在彼此的生命当中。那了解教会的使命，那一同来参与与完成，那这是真实的社群。就像刚才我们蔡牧师说的，都是家人，而不是客人。那当然平信徒服事的时候，我们分担教会各样的事工之后呢，他负责策划与执行，那我们的核心同工他都减少他的压力。那我们教会更多的信徒来参与小组团队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同心协力、互相搭配的机会。那这样效果会达到更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我们知道，一群委身充满创意的平信徒，能够激发出更多充满创意的构想，能够活化我们教会的服事。那会带来更多的喜乐，因为我们为了相同的目标，一起同工。一起征战，一起欢呼收割。那我相信那样的喜乐是更大的。那我们也能够实践我们长老教会很强调的信徒皆祭司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事者，而不是旁观者。我们每个信徒他所在的地方，都是他服事的地方。透过平信的服事，我们以生命去影响生命。我相信在教会的质与量都能够明显来增加。那最后，当我们更多的平信徒服事的时候，也让我们的牧师更有时间去享受在他们的正业中了啊。这样要来对啊。那我们牧师更喜乐、更健康，那我们的教会就会更健康成长。这就是我们透过平信的服事，我们得到这个效果。那刚刚我们蔡牧师有提到说，平信服事有2个基本架构，就是团队服事跟小组事工。当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灵命被挑旺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就要提供相对应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到架构当中去接受装备，去装作服事。那我们教会的小组事工，目前我们扣掉松联团契，扣掉我们的青少年主日学，我们目前成人牧区总共有21个小组。那我们知道小组事工在我们长老教会，我们虽然说团契不好但是怎么样从团契转型在小组，而且是有生命小组，的确是非常非常难的我想我们每个教会也面临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在去年也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已经有举办过2次比较小型的研讨会。那我们在3月14号，我们利用礼拜六一整天的时间，我们会特别针对我们长老教会小组事工我遇到的难处，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的推动，怎么样的动力，让我们的小组能够更健全的成长。我们邀请了5位非常在这方面有经验的牧者，有萧牧师、李不义牧师、王武聪牧师、陈岳牧师，还有叶启强牧师会到我们当中。届时我们欢迎我们各教会一样热情来参与，一起来研讨那我相信我对我们教会的小组事工也能够带来突破。那当然我们的服事团队里面，我把它分成一种叫事工团队，一种特工团队
事工团队是因为我们教会事工需要来成立，刚才蔡牧师有来特别来分享这部分。那另外一个特工团队就是说，我们教会因为信徒他本身生命的建立而愿意委身在服侍一些特定的人而形成的一个组织团队。那我们目前富强教会的团队总共有15个团队。那第一个成立团队是我们敬拜上面的团队，跟第二个是我们的服侍团队。那我们知道这2个团队对教会的成长复兴是最重要的这个双箭头了哈。那我们这2个就先开始服侍。那我们最新的团队叫以色列布置团队，是在1月份刚刚成立的。那在团队部分，我们一样，我们的这个敬拜赞美，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在敬拜里能够更提升？那所以我们在7月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个敬拜事工的研讨会。那也是礼拜6的一整天。那我们邀请到了尤志廷牧师的弟弟尤志伟跟曾一祥牧师夫妇会来我们当中，他特别有感动，要为敬拜的主领来做训练，因为主领的生命还是很重要。那下午有一些敬拜的流程整学，还有一些操练。那晚上我们有一个敬拜之夜，欢迎每个教会的敬拜团，还有我们教会的比起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那我们有刚刚提到我们教会的，我们知道祷告事工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引擎所以我们也在5月16号会有一个祷告事工研讨会。那我们会邀请到黄一成牧师，还有陈牧之牧师到我们当中做很好的分享跟培领。那也分享我们教会在祷告事工的一个进展。那特别我们有中保代祷事工，我们目前这个月听团长说已经达到每周有100人次的代祷团的人员到祷告室为这些事工的祷告。那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全体性的祷告，是在礼拜5晚上的恩典祷告会。我们目前大概有9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会参加，还有我们陆陆续续会举办一些禁食祷告会。那我想祷告的事工对教会的成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盼望我们到时候5月16号，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热情参与。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老教会的特色是我们圣歌队我们圣歌队是我们的宝贝，但是也是很难的传承，因为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唱圣歌队了所以我们在4月26号，我们也有特别邀请了李建一博士跟肖雪文牧师，还有我们邀请许多的圣歌队到我们当中来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彼此来看看怎么建造圣歌队在教会的服事。那刚刚我特别提到我有一些特工团队了那我相信每个教会的组成不一样，每个弟兄姐妹恩赐不同。那我们教会有一个马教授，他在美国因为配偶的过世，他参加了教会这个爱上培养课程，他觉得很受帮助，所以他来到台湾，来到我们教会之后，他就想要推广这个事工，透过蔡牧师我们几个教会的认可之后，我们就召集一些同工，先把英文的资料把它翻译成中文。那就开始运作他的这个团队。那我相信这个大概是华人世界推广这个事工第一间教会了那这个团队已经运转到现在已经第17期的一个事工。那他们的团员很少，但是他们很深入的委身。他们现在因为透过网络的世界说，他们可以服侍的，也就是跨国界很多的其他国度的都可以在网络上参加这个服事。那他现在已经进展到有些离婚的关怀的这个课程我觉得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信徒就能够带出一个很特别有果效的团队。那每个教会他可能每个弟兄姐妹他所得到的恩赐不同，那我们也可以来成立来个发展那我想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没有团队跟小组这个架构的那我个人我觉得说，我把它分成2个层次，就是一个叫做总体层次的团队，一个叫细节层次的团队。那总体团队就是我们透过票选的选举，就是我们的长老、我们长执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蔡牧师讲的，不经过票选，而是恩赐推出来的这些的服事。那我想这个融合是非常的，应该是不违和了我们很多的平信徒都进到团队跟小组当中去服事，经过操练之后，他们也许会受选为执事，然后当长老。那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也会到下面来成为团长、团员或是区长、小组长的服事。
那我想这些的一个运作，都带来我们教会极大的一个帮助。那做团队，当然蔡牧师讲要彼此的委身，不是只有我这个团队好就好了，我们要彼此的团队引导，互相的去委身。那刚才蔡牧师有特别讲到，一个团队如果事工成功，其实领袖才是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平均中寻找领袖？刚才蔡牧师有提到3个条件，那我跟他分享也几乎很吻合了。第一个，他要是蒙上帝所召。那我们知道，团队的领袖他必须要自己接受神的呼召，而不是想说我渴慕我要这个位置的权利。因为我们知道，你受神呼召的时候，这个团队在运作过程当中，你遇到困难、你有挑战的时候，你会坚持下去，你会祷告，你会运作下去，你才有办法坚持下去。这是你要回应神的呼召。第二个很重要是你要有敬虔的品格。我想一个敬虔品格是我们所有属灵领袖他服侍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你有属灵，这群人大部分都是很渴望能够越像耶稣基督的人，他愿意用身体的生活来见证主的名。那我们相信啊，你没有敬虔的品格的人，就带不出有属灵力量的人。你没有敬虔，你没有办法接受属灵力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带出一个有力量的团队。所以我想敬虔的品格是我们选择领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当然，接下来就是你要有相当部分的才能。刚才蔡牧师也有分享过。那我想我们讲那么多，刚才蔡牧师讲架构可能不是很重要那我觉得教会的复兴回归回来，还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被更新，我们自己被成长之后，教会才有可能有成长更新的机会。在几个礼拜前呢，我的脸书就跳出一个讯息它上面的主题是我活着，我还能为神做什么？哇，这个议题让我非常的震撼。原来我太太，汪太太撒进来下来。那我太太的三婶，她是从未信教到这个信徒当中，然后她服侍她的先生中风好几年，然后她之后她参加我太太办的幸福小组之后，她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她就充满了喜乐，她就很规则的参加礼拜，每个规则参加小组。她那个小组呢，的年龄都比她小，大概30岁左右的姊妹。因为我们教她撒进了，所以全部教人跟我们教她叫上进了。那她很开心的活在小组当中。那参加 RPG， 然后参加信母小组同工，然后煮东西给小组员。哇，那个小组因为有她，就凝聚起来了。那前几年她经过肺部肿瘤跟乳房肿瘤的手术，那她依然很喜乐。那她当教会在50几年的时候，她问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能为神做什么？因为他是台南家政科的政科班出来的，所以他很会煮，他也会编织东西。所以他去年花1整年时间，他编织了很多很漂亮的袋子、茶垫，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他为了献给神来义卖，在我们去年年做义卖。我觉得教会要谈复兴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回到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上帝呼召你，拣选你，你的生命要为神而活。就像我刚一开始说，你期待能够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吗？那你期待你的教会因为你得上帝的荣耀跟福气？盼望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够兴起为主而活。我分享到这个地方跟我人传问题，表没有传的话，我们就现场。组长老来，来帮有些人递一下那个麦克风，好，谢谢。公益教会的组长来的下一位。今天我是朝着来向富强教会起经也同时呢，希望就是说这个理念也能够传达给富强教会，因为公益教会是差不多现在是47年，那富强教会是50年，
那只有3年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富强教会在过去的这个蔡正道牧师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知道这个变化不是随便的，一定是有它的节奏的。我个人是很希望，就是说，面对这个高龄化的社会以及少子化的社会，在我们整个长老教会，台南市有81间教会，其实未来如果说没有朝着这个革新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就正如刚刚所做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间数会减少。那这样目前这样的方式之下，我是想说，是不是这个有机会像中会也好，总会也好，做一个反应，就是如何结合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来划分做一个教会之间的一个结盟。3间教会、4间教会不必多，就是把它结合起来。对于那个比较弱势的教会，我们提供他一些资源，甚至我们的人力资源进去里面协助他们，因为一起长大比个人长大还好吧？个人喜乐比众人喜乐还好，那个众人高兴才好所以我是想说，今天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这里，那我希望借重我们富强教会成长，然后能够协助在我们地方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教会，形成一个联盟我们互相的一个交流，用什么方式？我相信这也是踏出我们长老教会在今天台南市首先踏出的第一步。好，谢谢长老的发问这蔡老师你也回答了。你第二讲这个问题我都在提醒真简单袂当做，免中会只要你的小会若同意，你的小会若同意，你来甲公司来甲老师讲，拜托咱来连结，敢袂反对？除非嘛，这就是我来讲。其实我发现很多教会的复兴跟成长，其实坦白讲不是靠中会，不是靠中派，是这个教会的小会跟牧者，他有意愿，他就可以成长了，他就可以连结了。因为我基督教会啦，对咱世界来讲，我就是基督教会其实是足开阔的心，足愿意跟人分享，都无什么秘密的。咱甚至帮助的人大家一起好，无今仔富强教会出头壳，出干嘛干？对不起，所以公平教会只要你若管与社会管、牧师管，你来甲社会讲，帮助的人可以连结有2个教会连结，就有3个教会，有4个，就自然会产生的。那么这不困难。现在哪个教会比较困难？我是比较没害你我们知啦。谢谢蔡牧师精辟的回答。好了，我这边有一些问题，我来问了就是他有个问题说，教会如何凝聚或触发群体的动机或动力？牧者可以做什么改变？长子可以做什么？那么信徒呢？他提到这个凝聚、触发群体的动力。喂，讲到动机其实我最爱讲这个故事，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杨习儒讲的。伊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农夫要卖农地隔壁有一个头家要甲买个农地一分地100万，120万要甲买他不卖，为什么？那个农地有因阿公阿祖的墓地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120万，伊讲卖120万，150万甲我买，我嘛买你。没有多久，因囝来找老爸讲爸，我要出国留学无钱，你敢会当甲我赞助？伊讲你爸这农夫哪有钱甲你赞助？因囝安尼随就转去你妹这个老爸安尼困就困袂去。伊讲我干一个后生尔，伊要去美国读册，我无法度甲赞助，我一世人我感觉我的心会感觉艰苦，所以伊去找隔壁迄个工厂的头家讲，头家，
一分地120万，你要甲我买150万，我即马毋免拿120万得，你讲毋免，我无爱啊，因为我要计价买了啊。对不对？我想要讲的意思是，我要讲的意思是，梦啊，有伫遐无？啊，梦敢会无价值吗？梦敢会无意义吗？坟墓有没有意义？还是有啊？怎么会没有意义？还是有意义啊！啊，你怎么想看妹妹？因为有一个新的价值、新的意义产生，所以拄则咧问这个问题，讲到底你安怎有动机啊？到底领导者，我毋知你到底领导者是啥物人，但是到底领导者永远该会晓去讲意义甲故事啦。所以马太13首是嘛？你讲起个上帝国的价值有无？你讲一个人看到宝藏，更伫咧土呢，伫咧田呢，伊去做啥物代志？伊做啥物代志？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要买到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宝藏，啊，伊变卖遐物件拢笨死是无？你本身哪变袂有钱，伊变袂迄嘛是有价值的。所以到尾你互人有动机，就爱捌会啦。你若捌会捌上帝国的价值，你就会产生价值，你就会产生动机，你就会产生动力啊。所以你现在当有困难，变卖一切，为了要得着这个价值，这个叫做意义啊。所以到尾爱去论述这个上帝国的价值跟意义，你若论述会出来。大概人就会尾声了，论述袂出来，我咧臭屁你，我讲话收敛，我咧讲话无代志啊，对不对？他一定会怎样？他一定找到价值跟使命嘛，他才能够尾声，他能够付代价。所以永远是对价值意义切入，会有上帝国的观念。可以吗？谢谢蔡牧师啊。这个世界很多在坚持我们价值。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台南市区的基督教会上百间，常见平信徒在教会间游走，因为大教会软硬体资源充足，常把初信者甚至信徒吸引走，让50人的小教会一直留不住人。请问解方？我是名大了，是夏牧师，我是蔡牧师，教会，我常把教会比喻成一个池塘，哦，那池塘里面要养鱼嘛，对不对？啊，让野火鸭来池塘里面养。啊，如果这个池塘哦又没得建立，环境很差。那这个鱼有的会死掉，那有的会逃掉。那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让人在这个地方可以享受到，与主亲近，然后生命改变、更新，那以及他自己也可以受到肯定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鱼才会愿意留在这里，并且在这边生产，然后定居，然后让代代都流传下去。那所以，这个教会的氛围、环境是很重要，才可以把人留住。好，那我们一直很想办法把一些人拉进来，对不对？那你这本身的环境不好，人家就是会逃掉。所以这是我的回答。你会记得啦，蜜蜂跟蝴蝶不是说来的，我是什么来的？吸引来的。大的教会不一定会吸引人啊，你若不相信啊，你该不会移民去中国？它不是比较大吗？大家都会移民去瑞士，瑞士不是比较小吗？为什么不去移民去印度、去孟加拉？为什么？大不一定是能够吸引。刚才建德博士讲的，氛围跟文化才是重点啊。
氛围跟文化才是重点。所以盖洛普曾经做一个调查，真正吸引人，咖啡店真正吸引人的其实不是咖啡啊。答案我不要讲，你自己去查。我也做点补充了哈，刚刚有提到说小教会人又被跑到大教会，我的印象经验有的人是在大教会，他觉得哇压力好大，因为这个大教会常常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他觉得受不了，跑到别的教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觉得我就是刚刚有讲像客人一样，想要享受服务。他觉得这间教会服务我不够，我再找另外一间看看这样子。所以讲一个听到的，咱蔡牧师因的大光教会你会友来阮家欢迎，但是第一，你爱比较委身，你爱参加小组，你爱参加服事，你爱参加操练，你袂无。所以问题是在于说，不是人多人少、大间或是小间教会，而是这个人的心态，这个人心态。所以。无论是大教或是小教，刚刚有讲瑞士那么小的国家，很多人喜欢去，因为他们有很多让我们感觉非常喜欢留下来的地方。所以咱修这种教会也不要太觉得自己有什么样自觉的这很弱小，不是啦。你如果在小的教会活出那个爱，活出那个属灵的特质，你就会大。不是怕手，而是。人来会甘你想要留落来所以这个情况不是说对是这样的。不然你圣经教会老早消息去刚初中有讲一个联盟我讲一个故事啦早在20-30年前我在富强教会牧会，那个时候万荣华教会的牧师就是许天贤牧师。我点来到底啦，我们是做假崩，做读册会，都会，反正很多事情常常在一起。他只是提议说，不规矩咱2-3间咯，合起来啦，合起来安尼，不是安尼，大家安尼空间会当共用唔免讲一间教会我负担较侪钱来经营但是讲归讲，重点还是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决策者、牧者跟长职。你如果愿意结合没给他无教会人跟你结合，问题重点是在于说，大家有那个相契性，大家结合起来会更好，会更成长。若无法可以改掉刚刚你会飞那种就麻烦所以我们期待也不是中会能够设定，而是大家彼此先从各自个别教会的交流啦。比如说你看这个教会有这个这样好的属纲，你觉得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什么？然后我可以提供他什么？这样从一个刚刚蔡牧师有讲到，他说你先从一个点去突破，你就会是有好果有成果，你就会继续这样子了。好，谢谢。我们谢谢3位牧师其实50人以下教会不能说是小教会，我觉得就是有耶稣的爱跟耶稣能力同在的话，就不是小教会。那我们知道所有教会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期待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教会有期待的那还有个题目就是说，牧师在每一次讲道以前要怎么确保每一字都是对齐上帝的？对齐上帝的每一个字。这是应该是对的，确保每一次应该都是上帝的意思吧，也是这样子吧。这个牧师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其实我的感觉你要先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神我所准备的是不是合你的心意？那所以有时候你准备出来的不一定你觉得是很合信徒但是信徒会觉得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我有受到激励，圣灵在工作比你怎么想？问那么多人他的需求不一样你怎么可能说每一个人的需求你可能讲的很深入的神学的讲道那些比较有受教育高深的人觉得很好，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他觉得听得很纳闷所以我是觉得还是你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你觉得这是说被神感动。我们常常做牧师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要求说，
你准备这边讲到，你要先感动自己啊。如果你感动不了自己，你就变成一个照本宣科的一个事工这样子啦。我们其他的同工更有经验的，给他们回答。题目有一些蛮多哈，我稍微看一下，不好意思。常听说长老教会牧师跟长子常开会吵架不和，不知要如何改变此文化。长老教会的牧师跟长子常开会吵架不和。经验啦，再拢我上经验，我最近就结束。我感觉这个命题，对我来讲，我感觉我无赞成这款的讲法吼。伫我咧开会，我感觉我咧开会拢介紧，啊嘛介顺顺吼。不是可若实施有这款的情形发生，我个人是感觉哪一款的情形发生，可能是啥物呢？这个教会牧者甲中心没有共同的意向跟目标。一个要行正面，一个行倒面，迄较给你买的环境，一定是安尼啦。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意向跟目标在教会里面的论述爱清楚啦。所以我足鼓励讲，做一个 leader， 跟教会内底一个牧者一定要做清楚，就讲你的方向伫倒位，你是安尼行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有啥物策略，会当达到这个目标。我看这个理也需要去论述，安尼才会当互整个的教会向同一个方向迈进。若无其实，大家人对教会观拢无共款哦。有一摆我去关注因的一个中心，甲因做分享，我要分享以前我计做一项代志，我请伊大家人拢画一间教堂啦。画一间你心目中的教堂，结果15人的东西画逐间都无共款。我甲伊讲，你的教堂无共款，有可能你的建造教会的内涵也无共款。你若无一个共识、跟意向、跟目标，其实会完全像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是一定是可以想象的。好，这个题目太敏感了。不过我在副教会担任长子那么久，我基本上没有看到我们教会有长子培会是这样的氛围啊，我觉得都非常可期嘛。那接下来这一题就是说，团队服事与长子责任的分工要如何进行？那长子的角色为何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不同的分工了哈。那长老当然要跟牧师一起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哈，所以这是意向的带领者，要跟牧师一起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意向。那因为我们用团队服事哈，我刚才有说到理由，所以几乎每一个长老执事也都有参与团队服事。那所以这个不会因为那个所谓责任的不同而产生冲突。就是说不是说我做长老我就不参与服事，我做长老我还是要参与其中一个团队服事。那每一个人都有团队服事，那你去参与这个团队服事，你就要服从那个，要顺服那个团长的带领。那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事情做，也比较不会吵架。好，那其实就是这个长子在服事上应该是都不会冲突啦。那要彼此顺服，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啊。那以前我当小组长的时候，我们松荣长老是当那个敬拜团的团长，就是他是我的小组员，所以在小组的时候，我是 leader 啊。可是我去参加敬拜团的时候，我要顺服他当 leader， 所以我们很清楚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我们就都不会有冲突。那我觉得，尤其是长老哈，我觉得长老应该要有做属灵的领导。
我们现在长老很多都开会决定人事啊，决定要花多少钱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长老应该要下来做属灵上服事，所以我觉得长老应该去真的是带过小组啊，真的去这个团队，也许你更会了解教会的跟牧者合作的心啊。我想这个过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啊。32分了，我们再一题啊。看一下，好，最后一题啊，可以怎么去弭平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夹在这中间的世代可以怎么做？这个也是的确是我们长老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伊是跟建个牧师的分享团队有关的。我个人是强烈的建议啊，其实即马中会过来要开这个黄溪10年的小组吼，其实我是有一个足强烈的建议啊，就是讲应该长老教会面对目前的困境吼，我是足鼓励讲长老教会爱开一个国事论坛、国事会议。你说千个长老教会要来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开玩笑。我的预测哈，我是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跟掌握当季20天，我认为长老教会会腰斩。跟掌握当季20天，我希望我这个预测是错的。我足期待长老教会应该爱分3小区的牧师跟代理长老来正视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的年纪老化，儿童，希望这对教会是无主席2个若有主席2是2个3个嘛甚至嘛无团结，所以我曾经对神学教育的一个 leader 甲伊讲，我讲神学生，即摆咱新学生足欠哦，咱旧年咱的团队数欠19个哦，欠19个哦。你看个 KUA，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感觉应该爱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新南195学生，我认为不是单方面靠神学院努力就有神学生，那已经是不可逆的。因为你即马教会都无青年团结，都无青年，那你要去菜市啊叫卖鱼卖肉来个新南嘛？不可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团队是需要被建立的，教会来去正视这个问题。好，那回到最讲咧，讲的世代落差。我坦白讲，我用100个人的教会，我若一个牧师，我牧100个人。坦白讲，我感觉我安尼讲有一点仔夸张，但是其实也是事实啊。100个人去牧会教会，主席2是这个牧师有咧负责无？良心讲，100个人的教会，主席2牧师无咧参与，对不对？这真事实啊！100个人的教会，主席2就是托主席的校长嘛。坦白讲，主席的校长做侪拢是叫长老啊。长老要想王长老，这真少啦，少之又少，这异类啦。我可以甲你讲，事实是安尼啊，异类。这个主席的校长，那逐礼拜会当准时来看到，1万啊。足侪主席校长是挂名的，你要相信吗？所以呢，你看这款的教会主席的学生我无参与，青少年团体嘛是叫顾问嘛，嘛是中职来担任嘛。所以我这个100个人的教会牧师，几乎主席2青少年，我是无实际去咧牧养，无可能伫咱的文化内底嘛无即款的文化。我甲他探访这个老会议，我就探访袂了啊，双秘书我就袂了，我靠时间去做这。若安尼这2个区块你无去参与，会带过无？袂带过才奇怪，袂带过才奇怪。我去袂少的教会做中职的分享，因请伊的团契会长做伙来，分享了咧对话，我就知影讲这世代紧张啊。迄青年团契会长就讲啊，你中职咧较听我的意见的哦，安怎？你马上听到迄个火药味是改变啊！为什么？因为伊无 team， 伊无团队服饰，伊无专职者咧牧养啊。我的教会有18个领社咧专职同工咧牧养哦，我着还可以听到我的同工牧养青少年。遐社青的同工教育的牧师，阮遐少年的吼，拢讲吼，阮这是廉价劳工咧，会不会？即摆世代落差就是安尼。较早咱这代哦，我的这刚拍拼，咱是欢喜甲袂固定，会当服侍教会。即摆囡仔无啥同款咯。你另外甲叫伊，逐个搬倒啊，上来逐拢叫伊讲，牧师我该逐拢叫阮。他会觉得他是廉价劳工哦。你若有专职同工伫内底。你就会安怎？伊甲你的核心团队是有相同的意向跟目标，他就会教导他们。对，会救你知影无？你若是无专职同工伫遐哩吼，
顾问长老、校长、顾问，佫无时间甲伊带咧，啊，即份就安怎？哦，迄个，所以我即摆已经伫咱台南地方已经有知影几间教会，莫讲少年的，敢若少年的执事甲长老就袂晓。少年的执事，敢若讲你小会拢咧决策，啊，拢交互啥物人？交互阮的执事做，所以阮的执事拢是劳工，逐个拢叫阮做，啊，恁长老咧决定。所以到某一个程度，其实我是感觉咱的制度咧操作咧运作，我真鼓励讲中间做伙来。这个分开其实有某一个风险啊，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这是世代落差是有可能，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认为会当对团队服侍开始，就建构所以有团队服侍，我看这个团队服侍是有帮助，这款的世代落差的减少，那是有帮助的。谢谢，谢谢啊。那谢谢。那我们请三位牧师回到这边啊。回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准时结束啊。那我们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研讨会。最后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忆神对我们的感动。那也希望把这个感动带到我们每个教会去，让我们每个教会真实的来得到神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教会真的活出神喜悦的样式。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每个人都献上我们自己为祭，在神的面前成为活祭。神要使用我们，成为众教会众人的祝福。你要对自己的神，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然后我们一起来先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更多从胸来焚烧，更高后是一己，迈开征战无法。基督惊奇，你看我们为何活，以我们为今天，看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入主其中的国度，从羞愧坏的饥渴，释放被降服于你，你我相守来分手，等到后世一起，迈开征战路旁，了解耶稣的心情，了解基督惊奇。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今天，让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入主其中的国度，从羞愧坏的饥渴，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最后，我们请查恩牧师来给我们祝福祷告。
亲爱的弟妹，我的兄弟，阮今日保伫这个所在，阮通过你所竞选青恳的罗卜，伫阮的中间来分享讨望上帝你的心意。主啊，当阮伫你的面前，我要立志为主你做啥物的事，主求你大声帮助阮。互阮问阮家己，毋是阮为你做啥物，是阮要问主你讲主，愿你伫阮的心中，伫阮的生命做啥物？主啊，帮助阮。伫早前，汉拿尼对耶路撒冷倒转到伫波斯苏珊城的所在，报告耶路撒冷怕城门火烧，城墙毁坏，独独尼希米伫迄个所在啼哭流目屎。主啊，今仔日即个世代，大声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帮助阮伫要超越七六，建造阮的结构的大声。主，求你大声伫阮的中间来点倒阮每一个听主的心志。主啊，你伫即个世代嘛，亲像过去一样，求你兴起搁较侪尼希米。阮为着耶路撒冷城墙的毁坏，为着耶路撒冷城门互火烧，迄个爬门的攻击，主，阮为着伊来忧心。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阮有一个心意，阮伫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主啊，阮愿意甲你相共同工。主啊，愿你的性情伫阮的中间掌管做主，互阮伫你的心意的内底来超找你对阮的启示甲带领。主啊，阮深信你的教会一间都无拍干啊！你的教会是你的名所设立，也你的会所起造的。主，求你帮助，阮今日无伫这个所在参与的每一个同工。主啊，互阮嘛敢伫这个所在听了感动，互阮嘛敢听了回见，我要伫上帝你的心意来听了你的启示。互阮伫这个所在出去，等去到伫阮的教会，我要继续来超找上帝你的带领，愿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的启示，阮坚定。主啊，阮毋是因为有资源才有出路，是因为阮也有动机，阮的动力若够了，出路自然就产生。主啊，帮助阮，帮助你所竞选的每一个牧者，帮助你所竞选的每一个忠臣，互阮伫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阮无惊困难，因为困难是要互阮仰望你，平静是要互阮更较超越上帝你的心意。主啊，帮助阮，帮助阮。愿你的真理，愿你的气力，成做阮脚前的灯，成做阮路上的光。主，阮感谢你。最后，阮要同心伫你的面前，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安尼祈祷讲。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你的意志就伫天里。阮的一心伫来是互阮，下面阮的祝福。也对我的爱，你我万年也更多洗手，大家都是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回去的路上都很平安，愿神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谢谢大家。